粵港，我係港澳交通頻道啊！咁歡迎收睇港澳交通頻道。咁嚟到咧呢個見車就上2啦。我哋嚟到上一集嘅起點德勝花園泊啦。咁今次嘅規矩咧就係呢幾個啦。我自己全部我自己寫嘅。好。咁咧規矩嗰度寫到啦，抽籤呢一區結束。哇！3、2、1，抽！咩大堂咯？家務堂喺邊度啊？家務堂添啊，去氹仔喎好似。陰嚟啦，一站結束啊！家務堂。陰嚟喎，要10站啊！去氹仔嘅家務。氹仔啊，係氹仔。OK 後面嗰個幾號嚟啊？我哋咧而家就去到公路。連貫公路係屬於路氹嘅，所以唔係啊 ，sorry 啊，非常之唔好意思啊，係啦，一個完全就到我啦，我哋。但係我哋要喺第10個站之後落車。天地就3個一個。係咯，25B 廿。如果你上面嗰個站係氹仔市。啊，上車先。CM 河塘水。25B 啊，係25B 啊，唔係25啊。咁有可能要改變一啲咯喎。第一程矮仔25B。得啦，繼續講我哋。好，數下嚟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運動場體育中心。完啦喎，完啦。完啦，唔好玩啦。停，未咁快完，一陣再同你哋講，唔會有咁快完嘅。真係一站玩完。唔會有咁快完嘅，一陣再同你哋講。會有咁快完，我唔好再等。過成15站。他們拾起與會的推了那些年的房，我跟思念跟回憶跟悲傷結了賬，毫無遺憾與牽掛的港片整篇章。花園起飛，再反轉彎，選錯過道，換了個單，坐了太久，肩頭發酸，好久沒聽到，起落平安，沒錯，起飛降落，起飛降落，起飛。我很厭倦每天一杯幾杯，我還保留你戴眼罩習慣，我把幾首歌從歌單刪完，你過得怎麼樣？其實我很想知道，但我又不能再給你去發信息，我知道你受不了了。我一直和自己鬥爭，工作重不重要？我害怕過了這幾年，賺不到。我跟悲傷結了賬，讓眼淚留在臉龐，把這段情安放於白玫瑰做的窗。我跟思念跟回憶跟悲傷結了賬，發現流淚心碎。都會在每一次應酬的客房我跟悲傷結了賬，我跟酒精告了狀，他們拾起與歸的推了他心裡的房我跟間。思念。嗱，到站嗱，雖然話要家務堂區結束，但係咧，我哋到輕軌站一定要坐輕軌。我哋咧而家就會，我哋要搭輕軌，好閘啊呢度。我哋要坐輕軌，走轉乘輕軌。一個站啊你，做乜呢個自己一個站？咁你就係呢個9站咯喎。目送垃圾矮仔離開。拜拜。拜拜破音矮仔。破音矮仔，破咪矮。頂，我先7、8、9，係啊，呢站有9。到10個站，所以我哋所以報咗一程。9月份坐到4卡喎。我同你講。你啦。報翻一程。哇！但係報一站啊，咁點報一站法？報一程唔需要報。
呢做乜咁似 M 春嘅？請勿靠近車門。關門咯！以下列車到達運動場 This is Stadium。又覺得第一位最愉快，為何上一位不釋懷？誰亦在反覆錯愛之旅捱大，沒法想下一位的生涯，寧願能白首，還是罷手，彷彿怕無幸變老得很快。相戀過，單戀過，單身話更加自在。那樣不同，那樣相似，到下一個會否傷得更精彩？不會得到最愛，最多只有更愛。這麼反覆比較，繼續重複到未來，才明白愛情是我和自己的競賽。若覺得第一位最愉快，為何上一位不釋懷？誰亦在反覆錯愛之旅捱打，沒法想下一位的生涯，寧願能白首，還是罷手，彷彿怕無幸變老得很快。未結識到你，竟已先鼓起捨得的勇氣，放下的。列車到達淡水碼頭，早晨。啊，到啦，到啦。耶，玩完啦。AP1啊，第三程 AP1。第三程就係我哋去 AP1。做乜又係 AP1嘅上邊 AP1。我上面電車就上2係。OK 冇錢。端唔到嘅。我試下，因為大借借過啦。好，你幫我坐8個頭。唔該。阿 Sir，你冇坐上去。大晒，又唔大晒。第10個站係咩啊？數下啦。我上次10個睇下先。俾位我坐。台共振，輪迴塵間的人，揮之不能，徘徊來生的往生，還未斷的根，求誰來悲憫，仍頑固埋首往後行。滄桑的聲線哼起了南音，
響起牽掛種種世事餘韻未結束，偏偏起了一次最後沒明日的夢。輪迴塵間的人揮之不能，徘徊來生的往生，還未斷的根，求誰來悲憫？仍為抹不開的細塵傷感，前塵未過塵，輪迴塵間的人，今生可能度化纏繞的半生，隨落葉生根，無用來悲憤，回望在多少遺憾中普渡的眾生。加油啊！追到啊！加油！追到佢！走啊！唔該司機，唔該司機，60、200巴敗追車行為。 no， 做乜走飛咗？我恨你，我恨你60、200。拜拜191。啊，咁我而家慢慢等啦，我有車嚟啫嘛。唔係喎，喂，你唔好入嚟，唔好入嚟 ，no， 3A 啊，我要坐3A 啊！做乜咁樣3A 咧做乜咁整嘅？做乜咁玩啊？我哋睇下3A 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翻去屋企但係。東華，東北大馬路東華，東華。東華。翻到我哋屋企咯。係咯，翻到我哋屋企。鐵船就充錢。可以。耶，翻到屋企啦。我想咩啊？係啊，自閉位啊，唔咗。因為我哋太智慧啦，我哋有智慧症啊。是你流的淚暈開，不要你離開，距離隔不開，思念變成愛，再從來進不來，原諒說太快，愛成了阻礙，手中的風箏放太快，回不來，不要你離開，回憶化不開，見你的寵愛，我在等待重來，天空仍燦爛，他愛着大海，情歌被打敗，愛已不存在。你喜歡站在那窗台，你好久都沒再來，彩色的世界染上空白，是你流的淚暈開。大哥，好，我哋嚟到後面102X，一落車就有個102X，核突報警。搭嘅102X。入唔到啊？你講你唔入咧？唔得啊！往後啲。你都做唔到未啊？我哋喺食半餐嘅運動場體育中心。又嚟，又體育中心我玩。再嚟一次，再數一次，數下，數咗啦，我數咗2遍啦，唔使諗再數啊！我即係我哋完咯已經。係，但係唔係要搭輕軌咩？又嚟，但係有輕軌。係喎，咁搭翻馬角啦，今次。嗱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又嚟啊！又係體育，啲人又去體育。
又去體育嘅笑死。你企前我好憎體育㗎。我影先。你做乜影人哋啊？冇影車廂。搞嘢啊你！搞嘢啊你！影出面仲還好，影啲。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，多了人卻還沒多高興。沉默看星，聽到月光呼應，繼而平靜到訪這一人之境。原來也很高興，讀過苦恨每課室幼稚齡，乾一罐的汽水。呼出嘆息，快樂懶說明朗，自己一個做證。沿路亮起街燈，撫摸着我，光線綻放出期望。浮雲日出幻變中交錯過，像已找到答案。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，多了人卻還沒多高興。沉默看星，期待日光牽領，繼而平靜到訪這風花雪之境。原來已很高興，獨個觀看世間變幻事情。當一罐的汽水，呼着泡影，聽着那共鳴聲。嚟到呢一度運動場體育中心，咁而家嘅時間係幾點啊？而家係11:54，咁我哋咧就準備去食我哋嘅中午飯啦。咁食完飯我哋就會喺呢度結束㗎啦。大家落場。拜拜啦！咁我哋目送呢架102X細仔離開。拜拜。拜。其實仲記唔記得我哋啱開始咪抽咗一個咩喺家務堂嗰啲結束嘅？雖然我哋中途係嚟過呢度好幾次啊嘛，但係由於嗰時太少啦，咁而家其實咧我哋呢度係完咗㗎啦。咁拜拜咁多位，咁敬請期待啦！見車就上3啦，拜拜。拜。